收看今日嘅福喜女呢個節目，今日大家咧講乜嘅咧？講一啲嘅氣管啊、性氣啊樣嘅問題哦。因為上次咧天氣嘅改變，大家會知道講，哎呦，你研究係咩？感覺氣管有些問題啊，心肺嘅功能，有些怪怪樣嘢。唔過到底係什麼嘅東西哦？樣嘢咧包容吼，你今日特別繞牆到你嘅好朋友嘅，馬上嚟嘅你嘅車一鳳先生，歡迎先生。你好，鄉親朋友大家好。哇，先生可能你當歡喜呢，因為感覺。講去了，還有通向，還有客家電視台嘅好朋友，就你講客家電視台當年前開始，其實陸續有機會是做啲就是有繞牆頭、車線上呢度節目地圖，然後大家都分享當應用嘅知識啊，所以你下係講鄉親朋友也好，來講啲客家電視台嘅節目也好，看到車線上就覺得係好朋友進來咧，係好朋友進來，尤其你兩隻講去了嗬，講會通嗬，其實咪當歡喜嘅感覺嗬，用客家話來打。最古嘅感覺，都有意思。你節目之前線上在問講，上次你客家有當有意思，像是你鑼鼓演繹啊、俚語啊、四符法啊。線上問講，你人叫談到一句嘛嘅愛叫愛笑，阿媽打通橋，雙碰當打咪碰打冇叫的，該特別愛寫寫老該嗰度姐該又去聊，咩親阿姐啦哈，表姐該度去聊，佢這麼高聊啲東西，其實你阿爸因為我錄節目嘛哈，想到你，哎呦奇怪冇。相當叫我會講，唔過唔係意思，唔對。不過電導因為錄節目還複習了一下，而且客家這些都有意思嘅，語言啊、鑼鼓演繹啊、四符法。不過今日你有咧講的是心肺、性氣嘅問題。你講到熱天、到秋天，即係很當奇妙哦，身體會有些改變。所以今日特別繞牆線上，讓大家來分享一下。一般我咧講係講去到秋天啊、那冷天，啲性肺、性氣。會拄到嘅問題，氣管嘅問題係。睇你咧講學到秋天嗬，因為熱天到熱，秋天慢慢冷，有冷天會到你係而之後高温時間嗬，上次是講冷熱唔熱，天氣風嗬，冷到為是，天氣風又當熱，咁你出衫嗬就做唔出嗬，當然是會開始有啲問題走出來，嗬冷到，因為溫度改變之後，你的免疫能力會降大下去嗬，是就冷到是蠻促啦，還有本身就不合原因，因為秋天係燥，應講嗬，中醫講秋天嗬係人們講係燥嘅天氣嗬。和燥的天氣其實嗬，最主要是氣管固好，因為氣管嗬，人們講安尼肺嗬當叫，等嗬燥的天氣還會又平走出來，冇固好嗬是會不合，我時常是氣管會出問題。呢種原因嗬是有啲氣管出問題是講，該貴啊氣是本身切到來，因為切到時可能特別嘅後生好是熱。好，氣管咪唔好，冇是講佢不要不合，冇治好，你咪係，冇有啲人係佢上次特別去做嘅奶水嘅，奶水強度，該空氣唔好，叫咧啲氣管煞快啲氣，秋天你一時你都舌頭就會係會走出嚟，係，還有就是白腦筋啊，冇是講心肌梗塞是講心臟病走出來，因為心臟病出來是因為天氣間風冷該下血壓上來，血壓上來等於冇注意好時白到你腦筋，還有啲當好是有好是甜，有好是鹹，有好是配，三項東西是白腦筋。就是，因為先生講到咧，天氣嘅轉變，我嘅感受當前，是講，比如講，你上次吃到熱時頭還是熱，還係會有熱嘅感覺，你就係講，你有一些寒到感冒來講，你到阿不然有想吹冷氣，係講有以下，市場先生講，以下冷，以下熱，熱嘅時間有想吹冷氣，冷氣一吹嘅時間，有調冷嘅。係，因為個氣管嘅問題馬上是會出來，氣管嘅問題一出來嘅時間是表現到像係錯，很錯有動靜講，
错动难好，是讲伊上是很多个错可能款性上良上也是好嘞。不过上是到后面说它是慢性咳嗽，慢性个错因为感觉有汤，然后个汤有起头好像很深，然后就会起头讲动难好吼。所以师兄性上讲诶，以下冷吼，以下烧，以下冷，以下烧。你讲安样个时间吼，尤其性上讲规节转变个时间。动到耳管嘅问题是会出现的。不过你基本嘅强硬用事来到节目地图，老大家咧讲耳管，听说所以来讲湿嘅东西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你讲到湿，其实你先讲保养，所以现在是线上讲诶，我们有一些基础嘅保养的地图。最主要是讲你空气下冇往好嘛，吼。还有那种 PM2.5 哈，最好哈，也是讲哈，等于日然哈，莫是去乌背哈，因为空气下垃圾哈，最好哈，大概做 M， 你系口罩我哋啲口味讲做 M 系冇？其實先生，你咪講過，你攞去送節目人係六外件，你解嘛個客家會進步有冇？其實口罩做 M 嘅一種就是口罩，如果溫度的話就係口罩，咁講做 M 就這樣講嘛，好，他最好講吼，莫凊彩講出門啦吼，做學校的，尤其老人家吼，因來本身吼是還會浪到啊，因吼是莫講創出門啦吼，莫從沙皮吼，好出門下去吼，都不下肚吼，未下好吼，還是講莫是染。喺啲最主要是講吼，按煮出嚟下吼，莫不易油染聽到，是盡量按你炒出嚟下吼，莫用個火慢慢去炒出，因為火慢慢下去，個油染是下倒，油染下倒其實是對耳管冇好，吼。喺等於就應講，因為耳管唔好因吼，以前就冇醫生開，切對冇。莫講吼，即間吼做醫生凊彩哪做個事情，你啊耳癌吼，你啊都按推翻嚟講吼，癌咪因凍到，尤其耳癌吼。等於要觸摸好吼，一天就俾醫生看，吼照下 X 光看下惡心。不過師兄先生講嘅，你係講到耳癌越冇容易發現，因為佢個鏡頭唔係咁明顯。一般當到原因係講對耳癌來講，佢有啲鏡頭嘅時間其實都易嚴重。係當嚴重係，其實有時間是定期做 X 光檢查。佢你還有講到就是說要做好保暖吼，其實有當到人愛談一個阿婆建議啊，佢講佢。阿姆拉水某改时间，佢會用一條洗頭露、小毛巾，就是暖暖的。他說佢會阿姆拉水某是隨時都隨時哦，佢都兩會用表呢。講緊係，你點樣特別老人家吼，一隻兩隻衛生，一隻講緊有冇吼？講緊冇俾你浪到，還有帶毛，吼，其實就好沒有效果。還有一是毒氣吼，挺危呢。小細做成應該時間媽媽阿姆拉水某講一點皮，佢是咪用毒氣危呢？毒氣危呢？因為研究我談到當到阿婆佢會建議講，其實佢咁粗咪以下好，以下有反應來，所以阿姆拉水某時佢會用條小毛巾這樣蓋着，這種習慣，一開始不習慣，習慣過後是覺得非常改好，有保暖的功能。不過剛剛有講到伊講安樣係你一般都生活地圖做得做個保養，不過食個東西是凍蟲了咧，所以性上你要有一啲營養素是可以提升你性耳功能。其實最主要是吼，耳管是降到垃圾東西落去吼，而又抗發炎呢，抗發炎提好是講你啲不毒吼，比如講吼，你是個 Omega3吼，嚟到吼，比如講吼，因講個秋刀魚啦吼，莫是個鮭魚，莫是青魚吼，嚟到秋刀魚下文唔定有冇講吼，秋刀魚，唔啲先生兩個唔啲係，我等下切到你門先生秋刀魚用英講，鮭魚是特別因講個鳳蓮魚啦，吼係鳳蓮魚吼，個摩鹿咁咪鳳蓮魚吼，還個金魚，它根本唔定有冇講呢。線上像 Omega3，現在這邊有很多的實際的魚，那像我們如果以賣嗰種一粒嘅魚肝油咧，安樣解？魚肝油吼，那個魚油兩種冇強壯。魚肝油係乾啲嘅油。那魚油如果吃的是魚油，魚油做得，不過還係是天然的食物好，天然的提好。因為油你自己係慢慢做一個先，哈，還等於唔好是嚟到吼，因為實在你做得買個亞麻籽。哦，亞麻籽油咪做得，我是講吼，有的堅果吼，比如講個核桃啦，吼，佢哋基本咪當到 Omega3，吼，和聽講是維他命 C 啦、維他命 E 嘅東西，一天的都是，吼，
伊系都买东西下到呢，你像该雾妈啦，雾妈地不动到哈，还有拍妈美酒，哈，还有该洛梨的都美酒，维他命 C 其实就红东西哈，当然讲个莓果类哈，该炒吃婆的嘛，吃婆的，地本美酒哈，还有红东西其实提到哈是白的。哦，其实名系白日，哦，你做啲白日吼，来闻个雾妈酱，其实当好是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 贵还有。哦，当特别的，天白糖都白日闻雾妈酱，几款几件当好是。这是车性上其他反面的吗？嘿，冇唔错。白的，因为像若梨基啊，系冻喉钙，它除了油性上讲西医，它也是很好的油，冇唔错，好油。对，因为 A B 性体还是需要好油。尤其你啊吼，若梨冻春吼，你做的若梨吼拿来打汁吼，用到牛奶下去吼，还是若梨牛奶，嘿，嗰是冻喉啉，又是冻喉啉嘞，所以还有吼是讲，安尼时常经常是该糙米，因为糙米就红冻种着该营养素该硒。硒又在好处是讲，佮抗氧化能力冻好，等于唔是糙米、哈金、哈没有冻到硒，哈，因为做是糙米，莫是哈，哈，还有等于讲这纤维素，哈，其实俩都不，除了讲纤维素以外，其实你都是都头妈豆没冻好，因为头妈豆地本哈又该茄红素。茄红素是该贝塔胡萝卜素，佢对本安尼该呼吸道来该好上皮黏膜细胞还完整，是还冇浪到。该炒果会好好冇就熟改，熟个还好，有很好好，所以又比上嘅很好好。一定要炒果，因为炒果好吸收。嘿，哇，所以谈到你下大家又发现冇，你讲到秋冬时节，可能对你嘅气管嘅问题会常常会发生啊，来讲性肺嘅功能，线上老大家都少改几种嘅应用速度，对你嘅性气功能有都有提醒，还有嘛改了大家都少改的调下，等下。常常来讲。因為當番伊做啲繞牆道，你個好朋友車希望欣賞來到節目地度，老大家來講秋天到咧，冷天到咧，當當伊氣管嘅問題會出現，心肺功能嘅問題會出現，所以要做啲心嘛嘅，其實有啲食物哈，我們講說都不是絕對。可是我們就提出一個台底嘅觀念，讓大家來分享一下，百搭食物還係特別要注意一下。有人講該好杏鮑菇，杏鮑菇佢哋紅東西最主要去顧慮，等於有啲痛風嘅人特別注意哈。很少唔可能就到佢尿酸吼排唔出來吼，是特別注意，冇是腸道，是腸道下去，佢尿酸還會高。還有是講草菇哈，你話草菇你也下到下少年時啦哈，買就已經買得到哈。因為是講因為驚佢下冷帶哈，就等於是會下敏感，還會過敏哈。像個水梨，其實水梨像按秋天對按氣管凍好吼。對呀，大家係咪講燉水梨？係，其實燉水梨都是又紅偏方吼，我是希望，因為你下水梨凍春嘛吼，不論係三分梨啦吼，係咪粗皮嘅梨凍到？從推種凍時改變，你講記得個台梨有冇？記得台部叫講台梨，記得個台梨也是很好吃，凍好食。係，而且上次啲100條豆有冇吼？用個食，按教你一項東西，按到秋天吼。對，按氣管凍有幫助，因為雖然有人講吼，秋天冇是凍到強嘛，不過就因下冷帶因教你行是講吼，個水梨吼，留個留個強嘛強下去果汁機，果汁機吼大便個接落吼，其實最好莫漏水啊，打好之後吼，從病人呢，從病天方去白去等不去煮，我是講吼，還像種你係慢慢顧好掉，莫一下吐出來。我行你還一種方式是講吼，水梨切太，然後叫媽強下去煮吼，恁煮到安尼過下面落個下吼，將那果汁機拿來打吼，變個水梨薑汁水梨湯，吼，像啲安吼是對按氣管凍有幫助。哦，不過通藥片啊，伊冇是強度，吼，像啲平常時有容易氣管下唔好吼，上時時還會燥促啊，吼，就感覺氣管還有那個尿吼，嗰時是啲是就凍有幫助。很像甘是啊，甘啊凍氣管，甘吼是係冷下去會促，不過甘吼那係皮配個吼，是冇冷。好特別哦，凍皮片，凍到10分吼，你拿去配個是嘅冷性是唔健康。好，我知道姜媽是冇冷，
比如讲水里你上血是冻浪，错啊。如果你炖过是没浪，有电导对你抽又好，对体管又好处，好特别冻体片。其实 NU 的东西，台体在讲，吼，等于讲啲浪，你是到姜吗？或是炖、煮、配。还是没人嘞。其实我建议提一百堂头线上的分享讲，水里做得捞姜妈姜下来炖煮，其实都好吃的，又很好吃。嘿喏，我听起来觉得冻有意思，因为姜妈因为吃到去辣辣，水里因为吃到去甜甜，不过水里冻有水。我线上讲的是水里加姜妈加姜下打上果汁甜咯，就当喝果汁、啉果汁安样的，不是做咋个加水，不是加水。对，大河大河线上讲的炖哦，炖个少少些。系少少些，其实吼，大河一炖吼，是你牙齿的骨头的，摸一下吐出来吼，你牙齿都会出吼，东南出，某时你有先点到扭和长果汁机答案是走的。所以其实上次吼，像给茶先生那个节目地图，除了到大家分享应用蔬果地些，很好从来就得知道一些小秘方，小秘方的感觉，像白了干雾妈酒，其实都好吃哦，真的。一般来讲是白到粉酸冇一粉有嘛，你要白就得取款雾妈酒。你等下就买好处呢。伊只把的维他命 C 豆、雾妈吼，第维他命 E 豆，雾妈有容易是还是香皂，我还有人痛，把的让到少的东西变强化，综合了，是唔会嘞，不过讲到两片，大家会知道，你讲的，你做的新买东西，线上讲的像水梨这种东西，头版来抽改时间，我好怕吃水梨，冻掉是水梨，而且我会紧搓。刚的妈妈又讲，你搓你某是讲的，你讲你做的都是去配机，但是讲是炖煮机。不过基本上大家咧分享下，大家从谁读台读糖果嘅东西，枇杷膏。对，枇杷膏大概一搓改时间，款公公嘛改喉咙啊、润喉都会是安用改东西。枇杷膏吼，其实你系唔系人？你搓到梅小梅嘅下，你讲是枇杷膏，吼，就等于长可以是让到吼，该风虾长落来嘅下，会很会让，该是莫是枇杷膏。所以其实系有阶段性的，不过一开始让到，一开始搓的这是盛世，上后面好秀梅嘅时间是长做的是，你搓到梅就么吼，上心都照搓梅的吼，就让搓嘅下，长是枇杷膏，给润肺，给下让的东西。吼，很有人因糖尿病因为莫是枇杷膏，因为佢甜甜。嘿，因为用英讲呢，因为你大白吼访问线上嘅时，线上什么讲？哎呀，搓感因莫是甜的哦。刚刚新冠都市咪想讲，个枇杷膏是系甜的啊，个搓油总得是甜的，不过搓油也是枇杷膏，所以其实是从线上讲也有阶段性。阶段性，每个改下搓油动多种，因为是讲吼，甜的东西会上痰，痰其实系人们讲痰度，其实就做中药讲唔系讲配痰的痰，还有人是讲五行都下到个像应该血油，基本讲个痰，哦，甜的东西还会上出来，等于吸气，甜的东西还会被身体吸气下冲，吸气冲是促下唔会好，不过上些甜的东西哈，等于吸下去其实都润肺，你下系讲冻流行型多无是卖枇杷膏嘅时节，佢应该讲系你地盐的该种的牌子，你走的以很多点擦开枇杷膏，它会帮你加一瓢。就是那个川贝的那个，就是白白的啪啪那种港膏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有冇？就是那，所以我觉得，港膏以卖钙这还是要注意，看去豆袋嘅新粉，系咪真是系，就是彻底冻口感肉放肚地肚。因为大件给烂买东西，莫买穷容，又给去个。秘方哈，比如讲枇杷叶基本性是它浪带哈，系因为枇杷叶变化都是有浪，嘿，还有种人哈是会变到红花变下去，其实对，就到什么人来讲哈，是还会本期个热姜类个还会出现，我看下，唔系特色的配方过下做得。系啊，所以基本老乡亲朋友来讲，系讲你只是冻好些枇杷膏，但你它会主要因为佢其实易甜哦，哈，还是讲你上到搓一些，有咩是枇杷膏搓还冇改善，其实上线上讲你嘅关系，大家芥团，嘿，芥团，正确是调冷个下。
人可是让到莫是枇杷膏哦，所以还是动宠了，还因为线上有特别讲到，比如因为去冬天，所以糖尿病该反杂该时间，你也特别来注意。不过线上这边有讲到生理期、哺乳期的妇女，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。嘿，听我有人讲生理期，因为有的枇杷膏特别用风化，就是线上刚才讲的成分。嘿，个风化下去，基本本机个血吼，会流血流下肚吼，嘿，还特别注意，还有等于讲吼，该其实应该还有上是会狗嫩，嘿，我狗嫩吼，狗嫩是因为修理，好，所以讲到这片哇，大家会知道，其实。当然，身体的保养、轻松吸水的保养啦。不过，你也说特别那几种东西，让大家来分享一下。不过讲到你吼，大家有发现冇？其实轻松吸是讲是重歌嘅时间，很奇怪呢。大家去到 KTV 重歌嘅时间，有冇？大家讲，哎呀，我高兴来唔爽嘅时间是听从应该彭大海，这个也要提出来跟大家来讲一下，这个很有趣。老师。这个喝起来也很甜诶，因为你不用通吗？佢唔是不用通，佢本身佢是甜，嘿，佢甜唔係真嘅通，哦，佢有甜味。不過呢個東西你特別注意，佢唔俾血壓降下來吼，應該含重吼。你去韓總叫教你講下一章的東西，叫教你講吼，有當然吼特別注意吼，有比如講佢嘅體質還會過敏吼，佢其實還沒冇青菜是個，因為佢下冷吼，佢血壓吼下大吼，咁嚟實施係血壓會降大，佢當然肝唔好啊，肉唔好，因為青菜冇食得到肉吼，按下而且你一碰到係唔係講青菜，你盡管是堅定是做得，佢就肯體質的。所以去到從 KTV 該的後上，去到錯到該輕鬆嘅時間，該慢走該龐大海會啉嘅時間，有時候還看一下自家嘅身體狀況。因為總得做滾水，老是唔要用經驗。後上飲食下漲，係冇問題。小口就隨時飲吼，冇聽後上飲食。冇聽後上飲係容易啉嘅冇。所以你下係注意吼，應該講大家要發現冇講到你下，按樣一路講下咯，一啲講到枇杷膏又咪對後年頭好好，講到一啲講龐大海，大家龐大海講嘅咪係講，係講依個後年可能有埋嘅問題啊，未做得啉。該大家是會問啊，該係講枇杷膏要注意，龐大海要注意，該等下當溜下咪個好糖。喉糖特別注意哦，因為喉糖當多種哈，有的喉糖特別又不用細肉，好哦，這注意了解先會注意嘅，特別又不用細肉，因為喉糖不用細肉，個蛋糕下面講因為是膠質是好，因為早該熟蛋糕下因為膠質，總得要準通性哈，因為準通性。一般來講喉糖大家會吃到涼涼。然後甜甜，然後好像吃了又舒緩嘅感覺，所以還是要注意，它不是像你想的那樣種痛癢音。嘿，又凍到派吼，尤其吼，你睇又種又乾嘛，又買凍到個梅嘢，嘿，梗係肉凍到梅頭，嘿，梗係肉哦，特別注意哦。所以其實上次你係講至少有疑問講，我係講後年用你吃喉糖有沒有用？其實大家可能也了解一件事情，它只是讓你短暫。舒緩你的不適，容易覺得根本共同都會的呀，後年起到有些緊緊的，對不對？該東西可能是從性上講，你是一粒喉糖沒有問題，可是你不要把它變成好像是通用，胸都是血，胸都是血。你上次講會講腸道，該是喉糖，你想該破喉糖該種是合臟，哦，該是冇問題。等於就等於後年痛。好，迄個痛啊，你是喉糖，然後你上次講腸道會製造喉糖是冇用咯。後年痛上次佢有細菌，吼，佢可能是嗰度有細菌嚟對抗細菌嚟喉糖。不過像啲吼是講其實變像你食肉以外吼。漢紅是講喉糖是去直接到個後年改吼，俾那個細菌殺退去。不過你漢你最好可以食兩項強化鉀，可能係安全的。但是從先生講嘅，後年喉糖上是佢咪會有肉嘅興奮度低度吼，所以大家係會注意。還有乜嘅做得到大家嚟分享咧？請你嘅鄉親們先聊下，你等下當中嚟講。大家咧分享秋冬時節到底容易咧顧你嘅心氣啦，容易咧顧你嘅習慣。哇，上堂節目講到凍凍，而且凍有意思嘅地方係，其實各種東西聽說是像先生講，有凍好嘅好處，唔過是凍啊有問題。主因身體係咩有乜嘅慢性嘅病，所以你講嘅唔係講大家應該做對事，是像先生要提醒大家係講有糖尿病嘅人
你得注意，该这东西你走得行吗？然后尤其是喉糖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，因为像跳板癌自己的喉糖是痛啊，而且又对有点喉啊，上多是西医俩其实不一定。对，如果俩朋友提，然后大家都问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阴肾。阴肾差，哦，这个我有迷失，因为我唔敢信，因为我分唔清楚到底阴肾又嘛该分类，永远世界上都得信，永远世界上做唔得信。特别因马英讲吼，你的 CM 气很重哈，特别因马英不爱哦，因为特别阿婆吼，跟罗阿婆吼，这个吼做这个喊人 CM 吼，喊 CM 马英是讲吼是下台上位啦哈，嘿，还冇礼貌是讲 CM 气重哈。肾动、分动都种啦，哈，台底咧讲有分共肾，好，一般人是分共肾肢体安全，因为分共肾去顾器官，好，有冇听炒佛，好，等于是肾体一号要先分共肾。汉地啊就因讲那个高丽肾，哦，高丽肾其实动补，因为大家怎么做的？而且高丽肾袂贵，嘿，哦，高丽肾一天身体动肉的人，长的是高丽肾，冇吼，其实是听草佛，吼，其实对你身体还特别注意，哈，普通人是像你行业最好用个肾细。肾细偏宜有台湾，哈，又是两补，哈，肾细呢炖钙炖埋哈，其实动好。所以肾细系两补，因为现在刚才有讲到高丽肾炒佛台补哈，所以电刀嘅肾细又系两补，唔看冲中系阴肾，唔看去完全冇强咯。等你气管唔好有手动嘅补，一天嚟分共肾，吼，分共肾又应讲系咪嘅肾，咪嘅综合度，吼。SM 吼，SM 和不应该种诶，SM 和热上诶，热上啊效果又下好吼，种诶效果蛮好吼。和等于上是有可能就等于像个 SM 就么，让人身材好可以保持得实，嘿，好方便，当便利有么？哇，你啊讲咩讲哦？因为线上跳牌你大白讲同认识些，我跳牌嘅观念啦，我讲，应该看你面色冇几好，哦，上班当天系冇，你气色冇几好，你补气。大家要讲补气就係先陰性補氣，不過後尾啲講陰性嘅分類當到是個結果袂冇強電到好唔共性，不過你阿實要是嗰種當方便，有冇像你練高脂強咯，大概你是做得練嘅。有的人其實話個新聞吼，有的新聞來分開來 ，CMD 咪就人參皂苷，呢項東西是唔會炒火，哦，等有其他東西參強下是會有炒火，有的人是會。特别拿出来下去是该炒火问题是为还冇人炒火。不过台底咧讲，CM 了东西是应该系还冷的为所在长又上得出来。唔落些嘅地方，好冷嘅地方。咁落些人可能下是要 CM 是下到对，因为嘅体质下冷。哈，又下熱，台灣其實很熱啦，哈，所以講身體凍氣嘅人哈是冇問題，啊，不過就等於你下 CM 台體嚟講就處理過嘅哈，是問題冇咁多，哈，台體要萬一冇是 CM 咧，你強落解下冇是 CM，哦，啊做熱唔係冇是 CM，哈，做熱因為 CM 是下氣哈，個熱是唔會主體氣，哦，係你強是會天體氣，哈，很。總嘅解下要去長開始體力地板，是先下去吼，個垃圾嘅東西走唔出去，電到吼對人子宮冇好吼，還有人意思講吼，急性奧利度嘅人吼，其實未最好唔是 CM 吼，因為佢可能會有隻變化下唔好吼，還繞來見呢冇人好因等於是 CM 一定係不應該中醫師看過長得看，因為驚佢地位就身份冇合適。好，特別注意 ，CM 咪大家做得起來。好，最後你20CM以前，你小可定一個體質，好，問好中醫師，好，讓你看下你嘅體質做得是 CM 加是 CM，你體質厲害做得是 CM，前日冇前才行。不過喺你分工上係冇問題啦。今天風 CM、高麗 CM、貴 CM，喺你問過醫生下好。係唔係講貴嘅 CM 做啲補身體是一定好呵？就像先生講嘅，因為大家講到訪問到當到嘅中醫師嘅世界，是咪先了解講你嘅身體體質係，即係你嘅體質比如好濕啦，有冇好燥熱啊？有個你。如果是燥熱的，你如果再去吃很燥熱、凍熱嘅東西嘅時間，還好唔好？所以你要是係食生嘅時間，大家要注意嘅。所以我遲到肯定係關心到自家嘅體質係容易。不過講到應該，你講到是生，不過總是有
你讲手动骨性鱼介为食介食物，啊，甲讲到是营养素，你要把那大家都讲的是不一样颜色的食物，食物。中医咧讲吼是讲拍色来吼，因是中医讲吼手动吼，因为因金木水火土吼，跟因选金吼，还选心金，然后是讲拍色的东西，还骨气根。特别讲，拍色咁要紧紧诶，每年慢慢看，拍色像拍猫咪，猫咪弟比较兴奋。佢就会调整免疫力，又骨气个么有哦。垂头吼是莫是上了垂头，看像俩说会注意，因为一般你讲垂头好凉，先生系咩样讲？然后我哋讲好凉个，你哋有建议大家是拍垂头。对，啊垂头是浪天也是垂头，因为浪天浪吼，上次我白下个有等于是会是调到补下去吼，安尼身体底部调佛调冲，是调补还是这？该是补垂头就在补吼。咱垂头其实对安尼上次抽又遭缝隙，是垂头就蹦出吼。垂头底部就当到兴奋啦吼，等于你也抽，尤其该抽有冇该因讲该照抽长开始抽该下吼，因讲鱼个热吼，该下说是垂头，该垂头用完了，垂头来动揉揉。好，捞到芒芽汤下去浸下去吼，上个垂头吼，捞芒芽汤去浸下去该水吼，像个汤水，该汤水那捞到少滚水那去，吼，因为几下冷，吼，让因开始促该下，吼，该下因为鱼个会热，因种鱼个发炎，其实有得抗发炎作用，对因促是不还较好，它底部肌肉还有其他成分，其实有杀菌的效果。按准水力没就蹦出，所以线上也是讲，垂头上盖垂头切丝切揉，加麦芽汤，当然就是只是个麦芽汤，捞滚水，先到垂头捞麦芽汤，不一段时间之后叫它出水，该出来水，好像腌制，好像你卤该拍垂头该感觉，该出来水哈，长大了冲哈少滚水里。所以是喝去出来水加少滚水来啉，所以不是系食垂头捞麦芽汤该，是食垂头捞麦芽汤交互作用过后产生的水，很有的意思讲那该香菜啦哈，好特别啊，冻贴片，该香菜哈没得冻揉哈，你俩好该垂头捞麦芽汤出来水哈，你冲到少水左边到该香菜。吼，姜下去吼，烧个煮下拿来啉。尤其有当因吼，按上是讲要讲听到吼，摸上该下，该啉下去，天也是又上。真是啊，假诶，都又好。现在讲系讲你烧上来时间要做点样做，哇，太特别了。像你俩讲到，如果你上团节目有讲到，线上没有讲到，对，哈，所以你看他也是做的，线上有讲嘛，洛梨牛奶，这是最天然、最好嘅，做得到大家都分享。还你讲茭白笋，其实你是就到特别是讲吼，叫做水毒的东西，叫做在祛湿，还有当因促，特别是皮强冲。等于是对茭白笋湿皮是不是走太细？难怪走太细是哈没错，是好没错哈。所以你可能要仔细看食材，所以这个好特别。现在这个很特别，因为提白可能又按用改通。好，你讲昙花还个个姜花啦哈，姜花是讲3类啦，因为姜花因是讲上先洗个热，尤其就等于长开始浪到该下洗个热哈，热该下好是讲。照粗贵心安热服服该下，唔系浪粗哦吼，浪粗系拍色淡，长开始粗唔出来该热粗该下吼，意思该因姜花3类，用在风吹头，风吹头底部就贝塔胡萝卜素，其实是你气管黏膜就蹦出，含奶北性吼，北性莫调多吼，男性走得下多，莫讲调多，一点点时候，差不多35的时候吼，因为北性叫为正壳，上次是调多会粗唔出来唔好，吼，含表到猪肉，吼，表到无花果，无花果你还不以夹梅下好食，蜜枣系夹梅不以下甜梅吼，还唔会讲个。南北性啊个腐梅走出来，那贵下那点，你要用猪肉哈，因为猪肉是都中医来讲，佢还唔会冷，还没调炒火，没调冷，钙肉有调炒，
吼，嘿，用中药来，那做咧调味一下，嘿，等于莫不用中药咪做得，按点呢，其实没以后是啊，记得白矽莫不用强度，吼，不用强度身体会出问题。真是吼，因为抽真是当难吼，尤其像先生讲的，抽嘅时间有看系抽嘅触起啊，系水，系后尾因为你汤嘅塞啊，水尾节目水后嘅30秒啦，大家来大家做个总整理，所以秋冬赶紧从保健注意事项，其实就是还是要记得保暖，莫是强溜，莫是白，莫从沙皮，嘿，莫是紧是铺盖牌，尤其好咧，冷天伊讲做得食辣的东西，食辣的东西吼会送气管，吼，好都食得维他命 C 的东西，像水钩子，嘿，你把它当便宜，尽量是把它。摆咧当便宜，就得试看一下，车先生去讲的哦，去用伊摆咧问雾马酒，我只是提起摆糖度，来肺松个好气，唔讲我只是动上的气哦，伊摆咧控气，雾马酒啊控气，嘿啊，全部会动控气的东西，哎，用家己咧可能每头动好吼，希望听众朋友今日就得了解动无用个知识咯，做了为肺松感谢车先生咧做了片，是梦伊，哇，天天下咧做嘛个咧做润汤了。